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哦哦哦哦哦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我们心中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主你的每一句话都是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拯救。因着主你的应许，使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许许多多环境的困难，疫情的严重，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借着敬拜、赞美，让我们知道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你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当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你的力量就成为我们力量的时候，你就从你的宝座赐下我们需要的勇气、信心跟力量。愿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应许是信实的，你的慈爱是永恒的。主，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也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应许，看见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面对现在疫情的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旅拜，我们透过线上的聚会与大家一同来敬拜上帝。所以从2月即日起到2月14号止我们都是用线上聚会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线上的聚会就比较随便，我们依然是用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原定1月31号的召开2021年定期会和会及执事的补选因为考量防疫的情形，所以暂停举办。我们会另外选择时间来召开。那今年3月7号的第2次圣礼典，如果要受洗的请在2月21号前向牧师还有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我们也需要，因为现在这样的疫情的关系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影音控的同工，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你愿意参与在服事你可以在1楼的公布栏填写，或向陈如山长老来报名。那没有办法在实体聚会当中奉献，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所以你可以透过教会的账号进行线上的奉献。那我们来看以下这些奉献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邮局的划拨透过网络银行，我们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直接从你的账户来奉献。还有就是透过银行的汇款、ATM 的转账或者是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那疫情的关系也影响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所以从1月25号起，我们全面停止服务直到我们政府有来公文可以开始，我们才能够全面的开放所以请我们这些长者请我们大家注意。那109年学年度的第1学期生日助学金我们开始申请那要申请的请填妥申请书，那你的成绩单也要附上那交给我们的儿少青干事余文干事。我们的收件到3月28日截止。再过来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农历春节那2月11号到2月16号周4到隔周的周2，我们全职同工是放春假的那春节期间教会又消毒，所以教会暂不开放。那如果在这期间有要紧的事情，我们可以再联络这些的牧者或者是我们主任干事。好，那我们这时候也要一起来庆祝我们2月的弟兄姐妹生日的如果是2月生日的，请我们
站立起来，好吗？我们要一起来唱生日的快乐歌，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生日2月生日，你可以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生日快乐歌。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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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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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拍手来祝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生命从你而来，这是何等的宝贵！特别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2月生日的弟兄姐妹。虽然面对大环境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赐福的源头，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活出丰丰富富的生命，也能够使人因他们来得福。赐福他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我们将主求你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要来看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遍。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念，来。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约书亚记14章11节，再一次来。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约书亚记14章11节。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14章。我们要从第6节来看到第15节。约书亚记第14章第6节，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预备好了准备好你的圣经，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邀请大家，特别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好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上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雅巴尼亚，是亚衲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们圣经看到这边，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明白你的话语。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照这样遵行，就成为蒙福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特别是透过我们年岁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还依然是身强力壮吗？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进入到农历春节了。那可能现在我们都在除旧布新，我们在打扫我们自己的环境哦。那我们有没有思想一下，你的内心整理一下，过去你的心情是怎样？是喜乐很多，或者是你充满了怒气，或者是面对这样疫情，哀怨四起，心里充满了惧怕。过去一年，你是不是所做的比较成功，或者是你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失败？有一个人，他连续失败了35次。如果是你，你还会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努力吗？若这个人不努力，他在51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当上美国的总统。我们来看看他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大部分都被失败所充满。那其实他就是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他在一生当中35次的失败，然后只有3次的成功。当他当上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还是要面对很多严峻的挑战，但是他没有选择容易的路来走。特别是在南北战争，这南北对立抗战的时候，他随时要求自己要倚靠上帝，要向上帝来紧紧抓住他的同在。所以在他的祷告他常常用这一句话说：“让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让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说出他对上帝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信靠。因为上帝就是真理，主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主说我是真理。那当我们与主与上帝同样站在一边的时候，表示说我们就是站在真理这一边。那么我们知道说，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真理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不公不义、黑暗的权势。今天我们来看圣经的主角迦勒，他如何让自己成为怎样的器皿？他怎么样去选择他前面的道路？他在80岁的时候，他依然看自己是身强力壮。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当中这些长者，是不是你能够像迦勒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或者你只是说，哎呀，我老了没有用了。台语说老灰老灰好像老了，好像废物一样都没有用。在线上或是在场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几岁？我们能够像迦勒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吗？好，那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2个目的。第一个，你可不可以像迦勒一样来认识上帝的应许，而且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迦勒他发现力量是从上帝来，不是因为自己。从45岁一直到80岁，他还身强力壮，不是因为他很会保养，而是因为他倚靠，他相信，他发现一个力量的源头。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我们生命是不是成为一个别人祝福，或者是使人失败、跌倒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在这段的经文，或是在民数记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摩西他差遣12位探子进入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一地，是不是像耶和华口中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知道12人回来，然后有10个人，他们报了不好的消息，他们就跟群众讲说：“哎呀，不要进去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见，我们也看见，那地的百姓是吞吃百姓之地，是把人吞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10个人，他们回来报的是不好的消息。就好像如果每一天我们下午2点，我们就会准时会打开我们的电视收看新闻。如果在记者会报的这些是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看很多人都是惶恐不安。特别是最近又有一些本土的案例确诊的时候，是不是让你的内在害怕，不敢做任何的事，或是不敢出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10个人，他们报这些恶信不好的消息之后，百姓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开始吼叫，甚至百姓开始哭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这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心情。如果我们专注看到这个环境，我们可能会失去内心的平安，我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过去他们经历了在缺乏当中，上帝供应应许，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缺乏的时候供应，无路可走的时候，上帝为他们开了一条又新又合的道路。现在只听到别人讲到那地的情况，跟耶和华上帝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信心，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边？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或者是死在旷野。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众人就向摩西来发怨言，因为1、2个人或是这10个人所说负面的、不好的，你知道吗？这会影响到好多好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宣讲报告一些的消息的时候，我们要三思会不会引起这些众人的这样的内心的惧怕，或者是引起这样的一个怨言？他们把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他们把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当中如何经历到云柱火柱，这些他们都忘记了。他们竟然说：你要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和我们的妻儿都要被掳，那么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真正不认识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们误会了上帝上帝要给他们那个地方是什么？可以让他们安息、安居乐业之地。他们竟然说那个地方是让我们绝望，是一个死地。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从别人的口中听见，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心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话语的宣告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看不到上帝，看不到上帝的同在，他们只看到他人眼中所看到的那地的人身量非常的高大，那一地的人是会吞吃我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只从别人的眼光，我们就看见了什么？那个恐惧，那个害怕。所以众人就彼此说，不然我们另外立一个什么？立一个领袖啊，摩西不行了，他不可以继续带领我们，因为他把我们带入死地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彼此就这样的一个宣告说，那我们来选择一位首领，再带我们回到埃及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好不容易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让他们自己做主人了。但是现在用台语说“奴才性带当”，奴才性就又彰显出来了，然后想要回到那个被管辖的，至少我还可以活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因为看见别人所看见的，而没有先用信心去经历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回头吧。表面上好像是出于人的意思但其实背地里面是什么？是魔鬼撒旦他要阻止破坏上帝的救恩计划。如果他们回头了，他们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那可能没有后面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世人来用一个救赎的这样的方式上十字架。今天你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撒旦不能够拦阻他们出埃及。那好，我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形式环境，兴起这样的困难，让他们害怕，然后让他们不得进入到应许之地。神在做，但是撒旦也要阻挡，也要破坏。那人就夹杂在中间，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选择要回到过去那个光景，还是用信心进入到应许之地呢？你怎么样去选择？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专注在别人心中的这些的消化。什么是消化？其实消化就是说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志气。台语讲失志。牧师去查了一下，哇！当你慢慢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要进入要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哎呀，真的好困难，好困难。他说困难，他也说困难，那么多人说困难，12个有10个人说困难，说不可以去，会死在那边，所以我们的心就失去到那一种信心。我们常常会以多数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但是信仰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专注在这些10个人他们的言语行为，他们所看见的，他们的内心这样的一个消沉，所以他们开始就发怨言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埋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因为埋怨是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埋怨会导致情绪会被影响、被感染，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保罗他曾经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的5大原因之一，其中一个就是埋怨。发怨言是主要让他们不得进入迦南地的原因。所以最终谁进入到迦南地？谁
20岁以上的有哪几个？只有2个，约书亚还有迦勒。那其他的都是20岁以下的。在座的有没有20岁以上的？大部分都超过20岁，那你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像迦勒或是约书亚一样，我们生命不像那个10个探子，我们不会专注在别人的内心那种情绪、那种不安、那种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别人一个垫脚石。所以，当你听见、你看见的不一样，就会影响到你的未来。所以这2个人就跳出来了，约书亚跟迦勒就跳出来了。来，我们一起来读。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听见了吗？约书亚还有迦勒，他们跳出来，他们没有说：“哎呀，少数服从多数。”没有，他们相信上帝的话，而且他们所看到的，哇，一串葡萄是2个人抬嘞。他们报告的那个地方是极美之地。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们所看见的，如同耶和华上帝所说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其实，在民数记的圣经里面提到说，迦勒他专心来跟从上帝，所以他自己也这样认为。然后在民数记的14章第9节，迦勒的领袖是谁？摩西。摩西也这样说，说什么？这个迦勒他是专心跟从上帝。也不是只有摩西这样说，耶和华上帝也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其实这段经文，不管是从耶和华的眼中来看，或者是从这些群众、这些会众来看，我们就看到大家都认定这位迦勒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从年轻一直到80岁，我们看到他都怎样？从40岁到85岁，他都专心来跟从。这是摩西、群众或者是上帝对迦勒的肯定。迦勒他的信心始终如一，他坚强的信心使他跟约书亚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其他的呢？那个探子当场在那边死亡。还有呢？那一些跟他们同年纪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靠跟盼望，他们失去了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他们死在旷野之地。听见，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眼中对你的看法？耶和华上帝对迦勒说，他是一个专心跟从我，他肯定迦勒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到迦勒他自己也认同这样，然后他对神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所以他看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看见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进入到应许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里提醒我们，虽然这一块地很难打，特别是希伯伦这一块地，但是我们看到
最后他用信心来面对。迦勒说，或许上帝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一定要用信心去经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他看见上帝要给他的，所以他来到耶稣亚的面前，就提醒他：我从头到尾我都是信心满满。虽然人看见那是困难，但是我看见的是什么？上帝给我的应许，所以给我吧，我一定会把它打败。所以这段经文一起来念来，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赶出去。这里所说的或者，并不是在说迦勒他怀疑上帝，而另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可以译作只要上帝来帮助我，或者说我只要紧紧的跟随他，就必能成就。在这边我们看到 Philip after Jehovah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 Philip 是在讲什么？一个满足，信心满满，不是他自满，而是他看见神的同在，所以他信心满满。所以从跟从耶和华的信心满满，所以他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所以当他看见了，他能不能够洞察，能够专注在这样的一个神要给他的应许。所以无论是征战出入，他能够看见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只能够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专注，能够专注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他在旷野45岁，如今他已经几岁？85岁。但是因为他专注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是对自己的能力，他依然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个自信。Philip 自信满满，是因为有神与他的同在，所以他才能够宣告这样的话语。他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如今隔了几年？隔了40年，隔了40年，他依然看见，一般人我们说我80几岁，我还能够活多久，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想这样，我还能够做什么？我这把年纪了，我没有办法。但是当迦勒他专注在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所以他坚持要跟从耶和华，尊他为神的时候，那像约书亚或者是当时候的百姓见证他，我依然要跟从耶和华。所以跟从的对象是谁，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追求要成为一个网红给我更多的点击率追踪数，对不对？还有呢，订阅量，这个背后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钱。你点击越多，追踪数越多，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赚的钱会越多。在这网络的时代，我们在追求什么可以满足我们自己呢？我要追求的是谁多少人来跟随我、跟从我嘛？其实背后为的就是名，为的就是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没有办法满足你我，
所以我们看到迦勒他的一生在提醒我们，他从年轻一直到年长的时候，他依然紧紧专心来跟从上帝，这是让他身强力壮，让他信心满满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他最终他的同伴不能进去，只有他跟约书亚才能够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抓住上帝美好的应许。我们如何回应上帝啊？我们要抓住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这10个人，他们没有看见上帝要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只看见环境所带来的困境跟威胁。你呢？这大环境真的是对我们很不利，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就好像迦勒他看见上帝要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如果你像有迦勒的听见跟看见专注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一定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应许。所以你要预备好自己，我们平常就要锻炼，不要什么事都不做，等到年岁有的时候，牧师，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看见还有一些弟兄姐妹60、70、80岁，他愿意被上帝来使用，带我们的乐龄的小组，他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依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强壮的心智。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一起来紧紧抓住上帝美好的应许，一起来经历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预备好了吗？就像迦勒，我专心来跟从，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恩典。主，你是什么？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万事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唱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像迦勒一样，用信心来宣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我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在乎你，我的力量在乎你，我的未来在乎你。我们从头来，我们一起来宣告的时候，让神给迦勒的信心就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一起来宣告，来！主，你是我力量，主，你
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是的，主，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迦勒如何从年轻到年长，他的盼望只在乎你，他紧紧跟随，他专心跟随，他不听人口中这一些的恶信，他不看人眼中所看到环境的困难，他不专注在人内心的消化、上智。主，他听见你的应许，他看见你所要给他的，他专心要来抓住你的应许。主，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可能因为环境所面对、所带来的这些的困境，我们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埋怨上帝。求你赦免我们，赐给我们有像迦勒一样的信心，专心的跟随。不叫我们看自己的年轻或是年长，而是看见这位使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应许，是从无到有，使人复活的主。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权势的权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刚强壮胆，不再惧怕。愿天父上帝你永恒的慈爱怜悯围绕在我们身旁，护卫着我们，不被撒旦所引诱。愿主圣灵，你怎样充满迦勒的信心，也照样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弟兄姐妹，请坐。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是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句，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是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句，生命充满亮光。弟兄姐妹，我们的礼拜到这边，愿上帝赐福你有美好的一个未来，美好的一个礼拜。